点啊，别给他弄疼了。珊珊，珊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等会儿再说，人家这看病呢。怎么样了？珊珊079得了比较严重的肠炎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心理准备？对，就是肠梗阻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便秘。那你让我们做什么心理准备呀？我是说这个病的治疗周期比较长，让你们做好心理准备，而且呢，也得看珊珊079自己的体质好不好，能不能扛过去。哦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大喘气呀？吓死我！博士，我知道这种病有一定的危险，珊珊不会死吧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把它治好的。我现在能说话了吗？说吧。珊珊，你的车轮子少了一个。啊！哎呀，我去，这谁这么缺德偷我车轱辘啊？得罪谁了这么整你？我哪知道啊？去调监控吧。算了，不用了，我这闪闪079还病着呢，回头我再买个新的换上就行了。气死我了！过来，来，来，走，走，走啊！来，来。哎，你们家闪闪079怎么着啦？不知道，估计博士正在给他治疗呢。哎，人家保安说了，你那个车刚好停在了监控死角，啥也看不到。这他妈死贼，气死我了！等我抓住他，我一定要把他大卸8块，我活埋了他！哎呦，冷静！哎，吃这个。好。哎呦我天，我每次喂它就跟喂一个疯狗似的。啊！你怎么还不回家你？看你心情不好，在这陪陪你。不过你的眼神倒是背叛了你的心啊！有什么事儿，赶紧跟我们俩老实交代啊！没事儿，